謝各位觀眾，我哋紅豆電影咧就入咗呢個索諾亞電影節嘅，咁喺北美嘅觀眾咧就可以欣賞到充滿香港情懷嘅電影啦。冇錯冇錯，甜品有好多啦，但係我總係覺得咧紅豆沙咧應該去得遠啲，去得世界更多啲嘅地方，等大家除咗欣賞紅豆沙嘅美食之外咧，亦都欣賞到紅豆呢部好有感情嘅電影。冇錯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紅豆。點解同個女咁大仇口嘅咧？佢係大男人，唔係大。呢度有冇隔斷啦？潮州籍嘅男仔咧好顧家庭嘅，但係咧就係好大男人嘅表達方式，即係佢哋咧係好傳統一個重男輕女，咁我辛苦就係啲媽媽啦。如果第一個係女嘅話咧係辛苦啦，第二個係女嘅話辛苦啦，第三個係女嘅話辛苦啦。